后来台湾目前100个确诊的案例，有71例是出国游览甲病毒带回来的。提醒乡亲，千万唔通贪这个时阵团费较俗，或者是唔甘要团费了去，导致你出国来游览，安尼是会增加着政府防疫的负担，安尼伤自私咯。因为出国去游览回国的民众爱采检2届，一个人爱开2万到5万块。啊，若是确诊隔离治疗这段时间，一个人差不多爱开20万至50万。啊，若果因为咱家己的关系，不幸来造成着社区的感染，安尼就更加算袂了咯。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一天的确诊数涨上济，拢是境外移入的个案。新北市也有拟定招团去欧洲疫情严重的西班牙游览。抱歉，因为我没有郑重的思考，我不知道我做错什么，但是我只觉得我这个时间点出国，对国外他们的国家有时候是盖牌的状态，他连验都不验了。你根本不知道它是疫区，比如像土耳其，本来个案数很少，结果台湾一出团去，回来一大堆人感染。医师苏立峰伫面册顶面就写讲，民众若怀疑有怀着，要么最后是阴性，已经用掉2摆采检、4天到5天的隔离病房，加20套的隔离衫等等。国家爱为每一人开2万至5万块，若是确诊是阳性，期间必须爱采检几摆，隔离3礼拜到4礼拜，一个爱开差不多20万到50万。万一这个人又不小心把他的疾病传播出去给家人，造成社区传染，这样影响会造成台湾防疫的一大缺口。很多的医护人员和大家都在担心说，目前如果这个旅游还在持续的进行中每天的个案量快速的增加，这样其实社区传播的发生是迟早的事。就惊讲出国游览的人转来了后，会造成社区的感染，提醒乡亲唔通贪着团费较俗，也是隔离的补助费，连对互本身增加防疫负担，嘛有可能带来难以估计影响。